Hello，大家好啊，又係 Vincent 啊。今日咧就唔再同大家講一啲特定嘅單位內容啦，而係關於一個咧愛回家開心速遞嘅場景番外篇。我諗咧最近咧唔少嘅觀眾朋友們咧有陣時咧打開呢個社交媒體平台，或者喺有陣時咧閱讀一啲報章雜誌嘅時候咧，都會得知咧呢個 TVB 嘅8點鐘處境劇《愛回家開心速遞》咧將會喺今年嘅7月停播噶啦。咁咧，我諗心水清嘅朋友咧，其實都知道咧，我而家身後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個咧劇中常用到都嘅一個場景嚟嘅。咁咧呢度咧記錄住咗咧洪家有陣時咧朝早翻工嘅一啲生活點滴啦，或者例如佢哋有時收工行樓梯上去翻屋企之前嘅一啲奇遇，例如俾人打劫，或者咧有啲角色咧佢哋會坐喺呢個樓梯嘅地方咧傾下心事，從而咧推進呢個劇情嘅推進啦。咁大家咧睇到呢度嘅時候咧，可能都會有一個疑問，究竟呢個番外篇咧，其實同我嘅地產頻道有咩關聯呢？有陣時咧，我哋身為地產代理咧，除咗要同客人講解一啲單位嘅內容之外咧，其實都要同客人講一啲，即係唔認識呢區嘅客人咧，朋友講一啲關於呢度嘅生活配套、民生設施、交通設備，從而令到佢哋了解呢度更多。或者咧有一日咧，你即係成為呢頭嘅街坊之一。有陣時經過咧，你都會記得以前有套劇集成日喺度取景，令你諗起咧一啲劇入邊咧，即係一啲場口啦，佢哋有啲角色咧可以好義無反顧幫另外啲角色，從而發出一個會心嘅微笑。又或者咧有一日咧，我將來自己睇翻我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我會記得我喺度留個足跡，記錄咗呢度最真實嘅一面。咁咧同大家講完呢邊個場景之後咧，其實咧喺我身後邊咧，隔離咧係另外一個場景嚟嘅。咁時咧有啲場口咧，就可能劇中咧會講佢喺哋社區中心嗰度發生啦。不過大家見到咧，其實都係一個場景嚟嘅。但係咧會用到呢度咧一個過場景咧，就話俾你大家知咧，會有個社區中心嘅故事發生。咁咧點解會嚟到呢度同大家講咧？其實都想引申一樣嘢。有陣時咧，即係除咗講一啲硬件上、配套上之外咧。其實咧，我哋有陣時咧都要同客人講，你心儀嘅單位咧附近咧，其實有咩建築物咧係一啲受政府保護啊，可能係一啲永久景。如果你將來你想買嘅心儀單位附近咧，即係可能有啲舊樓，佢會唔會面臨一啲被收購嘅危機咧？而再重建咧？如果係嘅話，咁佢重建之後咧，佢會係用嚟做啲咩嘅咧？有咩用途咧？又或者佢重建之後落成之後嘅建築物會唔會影響到你而家心儀想買嘅單位嘅景觀呢？咁呢個咧都係我哋代理嘅責任。我哋咧要盡我哋最大嘅能力同最大嘅責任，話俾一啲客人知道，而等佢哋唔會做錯咗一個決定。係啦，咁睇完咧呢個兩個景之外咧，咁我哋而家即刻去到再下一個場景，大家跟我嚟啊！相信咧，大家睇到個路牌嘅時候咧，已經估到咧，我想帶大家去嘅下一個場景喺邊度啦。冇錯，呢度咧就係位於西半山區嘅列提頓道啦。有陣時大家睇電視咧，佢嗰個洪家場景咧，其實係一個 TVB 嘅場景嚟。不過有陣時咧，佢就會用到我身後邊嘅建築物，話俾做一個過場景，話俾大家知咧，將會有劇情會喺佢哋洪家室內推進啦。而係呢個咧後邊嘅建築物咧，佢原址咧係位於列提頓道嘅一個文華大廈啦。樓齡咧已經60幾歲啦，現時咧就冇鎖匙盤供應到出嚟啦。如果唔係，其實我都想同大家上去一探究竟個真實面貌係點樣。咁劇入邊咧，其實嘅角色非常多啦。佢哋咧每一日咧唔同人都要面對佢哋喺劇入邊嘅面對嘅課題，就好似細龍太，佢要面對佢一啲家庭崗位上嘅課題，亦好似洪家嘅千金洪心如，佢要面對佢點樣經營佢好補習社嘅課題啦。劇集咧已經將近10年噶啦，去到今年7月完結。但係我哋嘅人生咧，其實都好漫長。亦有陣時咧，其實我哋都會好似劇入邊嘅角色，每一日咧都會面對一啲人生唔同嘅課題。可能某一日某個原因，你面對某個課題，從而咧令你要去揾樓、賣樓、置業。而咁啱咧 ，YouTube channel 咧嘅演算法推薦咗個 channel 俾你，而我嘅課題咧就係希望我可以幫你揾到一個啱你哋同適合你哋嘅家。我係 Vincent， 我希望咧呈現每一個社區最真實嘅面貌、單位內容
同埋去一啲唔同區訪問一下一啲唔同嘅同事嘅最真實嘅工作嘅內容啦，呈現一個最真實嘅一面俾大家睇啦。去到最後，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咁可以訂閱、follow 同點讚我嘅頻道。咁希望我同你每一日都可以愛回家。